係咪對芬蘭嘅時候好感興趣？冇話50蚊、29蚊搞做嘅，你啃唔啃得落？各位芬蘭嘅老細，應你哋個要求，過嚟考察芬蘭個市場。今日咧到咗中國黃皮之鄉芬蘭哈。頭先咧睇過芬蘭個市場，地方唔大，唔知常住人口有幾多呢？如果我喺嗰度開通線路，到時候冇人搭車，我咪瀨嘢。今日啱好都約咗個老細過嚟傾下嗰個市場，依家出發揾佢傾偈。剛才我都睇咗一下，芬蘭到廣州個高鐵票價係890。如果我29蚊搞開閘，大家會唔會支持呢？同埋芬蘭到東莞同埋深圳嘅高鐵呢係889蚊。如果我59蚊搞，大家會唔會坐呢？ OK 到啦，嗰位呢就係芬蘭廉貪嘅黃總嚟噶，喺深圳搞旅遊大巴嘅，好閪勁嘅，曾經幾10台大巴，人稱深圳小鬼子。二話不說，小手牽起來。首先，我明確告訴他，設立站點必須要合理，讓股東以最短的時間到達目的地。另外，要轉變經營觀念，用互聯網思維優化創新，不要用傳統方式去做。說完就去視察一下市場，一上車就兜了一下午。剛才先同嗰位老細考察完個市場，心裏冇咩底。大家認為開通邊條線路比較合適？歡迎評論區同我講。OK， 今日個任務完成啦，收工飲啤酒。